同款阁是诈骗的消息，检警查到有外国的诈骗集团拐人去全台湾上大间虚拟货币公司，或者背上这间公司的实体店头，摕现金买虚拟货币了后，再阁转去予诈骗集团。检方审后了后，认为这诈骗的金额有超过1亿，所以随甲姓氏的负责人等3个人申请羁押禁见核准。 诈骗真严重，检警加重拍诈骗的力头。台北市警方接到一位富人人报案，讲伊透过网络熟悉一位男性，开始谈恋爱，对方想以且涉嫌偷漏税，互海关扣押做理由，陆续甲伊借钱，互伊感觉真犹豫。警方按线索，甲这个提钱的车手逮捕。谎称他因为涉及逃漏税，需要向他借钱周转。 跟他骗了48万，这一次是又要再持续跟他借贷，他自己发现不对，然后就是有来跟我们咨询。那台北市警方抓到爱情诈骗的案，新北的警方也有成果，因为一位老人同款受到爱情诈骗，对方爱伊买真贵的旁边。加在查某囝有发觉到古怪，才请议员蔡淑君，佮有警方到主动才保掉200万。通报辖区议员及员警，最终在议员及员警联手劝说下。 老翁才打消念头，成功保住200万积蓄。刑事局透过对诈骗案的大数据分析，发现警官诈骗集团向被害者到全台湾上大虚拟货币公司背上的实体门市，以现金买虚拟货币，再个转到诈骗集团的钱袋啊，所以发动敲诈甲约谈。检察官侦办本件诈欺洗钱等案件，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检察官就其中3名被告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他是请受害者叫他把现金到门市里面去换加密，然后这个加密货币再打到那个诈骗集团的钱包，所以他去换钱那个动作就是由他自己去执行这件事，等于就间接设定了断。因为姓氏的负责人等3个人违反洗钱、加重诈欺等罪嫌，嫌疑重大，佮加上3个人有可能串口径，而且考虑到被害者真济，诈骗的金额超过1亿，佮3个人申请羁押禁见核准，专案继续扩大侦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